弥陀佛，扎西德勒。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讲莲源歌舞的这个巴珠仁波切的书生的著作莲源歌舞的这个内容。那目前我们正在所讲的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这个莲源歌舞当中的最重要的这个人物吧也就是有两个，一个是莲花大比昂一个是昂烟这个大比昂和昂烟。那这个在前面呢，他们的这个两个都是年轻有各方面具足这个时间的条件而且彼此的感情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边说他俩，也就是他们两个呢，彼此亲昵亲密，笑容这个未落，爱与温存同气长睡，结伴不离，弟生亲属，各自这个心中所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呢，就是那个莲花大比昂他说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一个这个机会，而且这些都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前世的因缘就离不开前世的这个福报，所以呢一切的这个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相拥都是这个离不开前世的这个因缘所以在这里特别说，我们应该要珍惜当下的生活，再加上也要更加的善加的要观察这些来之不易的这个福报的来源，而且我们应该要这个福报要继续的要在我们这个心相续当中就是延续这个福报所以这个要延续这个福报的话呢，我们这个目前所获得的这个暇满的人生那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要去修心是这样的。在这个上次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里面也说到了，轮回世事纷乱重重长时短时永无了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在轮回当中的各种事情呢，就是呢我们就一直就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来世一直在一个时间浪费在这个今世的一个琐碎的事情当中上面的话，那就数数无尽，终无所得，就是最后是你是一个没有最终的时候没有任何所得的。所以呢就是因为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如意乐园的吉祥和安乐都是这个要离别的，也别离其实是要这个要会分散的，就是无常的，所以全部都是最终变成无常的本质，离不开无常本质的时候呢，
因为这些都没有实际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应该现在开始要认真的要修行。这个是这个一开始这个莲花达维扬就是分享给他的爱妻，就是他的太太的他的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是延年一句君意当觉，而我夫妻力取佛道，就是我们两个夫妻应该要开始要认真的学佛。所以呢，应该要就是这里的趋向，就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要做事的要展开的这个未来的计划是要学佛的。学佛是他绝对不可忽略的，不能忽略的一个事情。因为呢，就是生死呢，就是非常无常的，所以有缘呢，同行呢，就是修学佛法。因为这个修呢，要真正的落实在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但是先有学，所以就学佛法，修佛法。所以呢，修学佛法一种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就是良友，就是一种良友，就是我的心上人啊，就是用白话来讲的话，在心里当中最重要的人，我的心里最重要的人就是你。所以呢，一种良友啊，君意就是君子，君意合运，就是你就认为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是主要是先是这个太太应该是告诉她的这个丈夫的就是这样的，她的有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女生呢，应该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比较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这个羞耻灵修修炼的这种参与。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女生的参与的这个率高于这个男生的。所以呢，可能是很多时候呢，比较一些潜在的，除了眼前之外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的一些考虑比较细腻，女生可能是比较细腻一点。所以呢，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顺序，先提出我们应该要去好好的要修行。应该也是女方呢，就是先提出来的。这个故事的安排，这里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情节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对方会倒，对方呢就是这个莲花达比扬就是阿念是女的这个妻子这个夫人，就是丈夫的名字叫做达比扬然后现在就开始要讲话的就是达比扬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达比扬。达比扬是这样的OK， 善哉君言正实。然后就是你说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就是宁度。这里的说就是藏文是没有说君，就是宁度。宁度就是约意约意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这敬爱的这种概念就是宁度所以这个善哉就是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君言正实。然后呢称哉就是 dino 就是非常这么说这个重复也其实是这种文字上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样写的就是在藏文呢就是特别特别的优美。所以虽然呢有点意义上呢，其实基本上这是一种强调，
就没有不一样，就是说是千真万确，无论是第一个机子和第二个都是一样，就是里面说的是就是千真万确，而且呢，就是dino 就是这个嗯呃承载承载感人的这个感染这个印证那个当印证。就是这个感人这个账目的话呢，就是应该值得放在心底的，或者这个就是要放在这个心里面的那种话，所以就特别有就是深刻的这个印象，或者是有实际的这个一个意义的一种深刻的一个表示，所以感人。OK，感人心声。那心声深入，你看这个特别要强调了，就是您都那个句的爸爸，咱们的话是这样的：心声深入，我心深处啊。你的这个心里是你是这个所讲的、所提出来的这个提议呢，彻底的，就是深入的这个就进入了我的心的这个深处，内心的深处。而且也成为了化为我心不死甘露。不死甘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死的甘露啊，这个甘露，这个无死甘露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心里面湿润了他的内心，或者他对他产生一个极大的鼓励，就是一个启发的一个作用。然后他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他觉得，因为他可能是一开始呢，就是有一些心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一些想法，比较浮躁的那种，就像一个这个干枯的这个天地降下那种湿润的这个这个水雨一样的雨水一样的。所以呢，他就是心里，这个有开发了他的心相续的这个善根，所以呢，他呢就是也不堕轮回，趋入涅槃的，这是真正的这个无色甘露的效果啊。所以就是已经化为我心的这个不死的甘露。所以你说的就因为是他鼓励我们要一起学佛嘛，他一听到他也跟佛法有缘呐、所以他一听到我们要一起学佛的时候，他内心这个有无比的这个欢喜，然后就可能是已经这个放下了一个很沉重的东西一样的，他内心就开始有点就是非常好，然后就是开始对佛法有这个极大的信心。所以就是说，化为我心不死甘露这个甘露。然后接下来还说是金色延庆这个伤心花园这个眼前的我们就是内心经常就是OK。这个内心当中，稍微的等一下对，这个这个伤心的这个 OK，对，这个金色延庆伤心花园，因为这个伤心的什么呢？就是非常也是约一的，就是让我们就是有这种拥有快乐，和这种幸福感的这个花园嘛。所以呢，仅此的这个眼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钱财权利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条件这就是一个
他们所在的地方，因为他们在这个部落、这个村庄、这个地方的，其实是就是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拥有最好的东西的人，所以呢，延庆上新的这个花园呐、这些花园呢，实际上呢，也并非在这前面说的一样的，非有天劫亦来人间呐、所以这个在前面的时候呢，莲花安妮他也说了，这个说我看看，这些，他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记得就是上次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现在的非有化石神秘妙会，是乃山形变化所成。所以这个一切的福报都是有来之不易的前世的这个因缘，所以就是有前世的福报的一个福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果报，所以又是来之不易，又是也应该要更加珍惜的，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今生我们眼前的这些一切，我们的这个福报，都是并不是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掉下来的，这个并不是掉下来的。我们一般是不是有一个说法说，没有免费的午餐，或者没有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所以都是自己的一种，背后有一个辛苦或者一个努力，所以我们今生能够享用的所有的福报，也是前世的这个辛苦在里面。所以呢，非有天劫亦来人间，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里有点重复前面的这个内容呢？因为他们两个人，然后就是讲同一个东西，并且呢，你看，就是第二个人你有发表的时候，就原来的第一个人的这个逻辑和这个强调，也就是说呢，就是对方可能更有感受，觉得更在乎、更重视、更认同。所以呢，说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无有天劫亦来人间，有缘同行这个蜂蝶共享，我们就是这个嘎上银吞风雨，我们就是有缘同行的，这就是他们彼此我们是有缘同行的这个，所以这个同行这个概念呢，在前面也说了这个是前面的说了，前面说这两个呢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要结伴不离嘛，这个爱与温存嘛，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他们有这个内心的所有的想法，都是也非常有这个共鸣，有一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里说这个有缘同行，蜂蝶共享，就是我们两个的共享。所以呢，当然是他们的生活是完全是一个共享的，你拥有的就是我的，我拥有的这是一切也是应该是作为一个夫妻的家人的该有的彼此的这种信任和一种一个要有的这个态度不然的话呢，现在很多时候呢，好像是两个人就是只是一个共享一个房间一样的一个地方一样的，很多的自己各自都是一种分开的，那可能也并不是古代的这种夫妻生活的方式，也可能并不是更幸福的一个做法但是有可能是现在人的一些婚姻的那个婚姻的这个观念很多婚姻的这个制度婚姻的一些长久性都不一样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有用。但是如果比较很自然的一种这个婚姻的这个生活和婚姻该有的这种彼此内心发自内心的这个彼此的这个信任和
共同体这种命运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要共享啊，共享是这样，所以有缘同行逢蝶，那就是共享。共享什么呢？就是资源并不是来自于天界这个一来人间的，但是就完全不属那个天界的这个条件的一个条件啊，他要强调的重点也是这样。所以虽然不是天界一来的，但是好像很像天界一样的这个花园的，那这个花园是我们两个的共享。皆因这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呢？这个花园嘛，花园这个环境呢，因为都是因树叶，就是过去的生生世世的叶叫树叶。这个树叶的这个应该这个念树叶吧，就是树叶的，有可能它是一个播音字，但是这边就是反正它是过去的这个生生世世的叶。一个好事干的，就是一个好事，我们就是有一些，就过去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布施啊，这个布施也就是说，这个，对，这里为什么特别讲到好事呢？这个布施还有这个持戒和忍辱和智慧的这个具足这些智慧的条件的话，那可能是好事。因为呢，月称菩萨的入中论里面，我记得有一个是说，如果有些人做布施，但是没有受持戒律或没有智慧的话呢，这个布施可能会导致于这个你的这个下意识的时候就变成龙族啊，龙族，因为龙族有一些这个他们是有这个有很多拥有很多的珠宝、如意宝，但是呢，他们还不如这个人身，所以呢，就因为缺乏了一些条件，但是今生呢，就像这个那样，他们两个呢，又是这个人间，又是拥有这个不属这个天界的一个花园啊，所以就是这都是我们的前世的这个好布施的一个干德，一个干德，灭以无常轮回本性，但是就是所以非常灭，但是呢，就是就再灭也还是会无常的，无常这个跟在前面说的，前面就是这个另外那个人说的和一模一样的嘛啊，我们就其实说一许别离，全无利益。所以这个无常是非常可怕的。那无常是必须要，因为任何学佛的人，一开始他学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应该要获得解脱，获得解脱就是要对于轮回要感到圆满。轮回感到圆满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轮回里的一切始终呢，其实还是一个无常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再努力，有再多的、再好的拥有，还是会无常嘛。所以是这样的，这个无常的范围非常大。就像我们现在是一个年轻人，他觉得我是非常年轻，可是也是无常，过几年就不再会是原来的这个青春。然后你现在是很有钱，但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现在的地位也就是非常崇高，然后就是受人尊敬的，但是也是无常的。所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无常。所以呢，灭意这个花园呢，就是它表示着他们两个所拥有的一切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条件，那就是这个赞美也是无常，无常是轮回的本性啊，轮回里面就是这样的，轮回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呢，福而亦无常，汝患这个自裁，汝患自裁。
所以呢，就是这一个幻化的，这个就像一个魔术变出来的，就是一个财产，就像在舞台上一个魔术师，他变了一大堆的黄金，要分给这个台下的所有人，可是实际上究竟上有没有分给大家？有那么多个钱呢？其实这没有的，这就是一种梦幻，或者在梦中晚上做梦，我们就是梦到自己赚钱，变发财，这个大发财，可是醒来的时候都没有了，所以就有点像这样的状况。就是很多时候现在也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了，所以就是有些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就一下子就变成就是一个破产。自己的一些就变成就是非常就是贫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些人呢，当他自己有钱的时候和这个变化，如果自己内心会意的话，其实就像一场梦一样的。在很多人一直在不断的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是福以无常，入幻之财。就还的一个资产一样的，享受无言嘛，就是享受无言呢，就是说无言是什么？你就是有再多的这个享受，也就是说还是一直要这个言，所以享受的无言的，无言是什么呢？就像一个迷人的无语这个。它是就是无语是这样的，它是非常迷人的，非常这个具有这个诱惑的这个本质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再享受呢，再拥有也不会有这种觉得满足的一个时候，就是不会有这个满足的时候的意思啊。这个无言。是迷人的无语，它是非常迷人，但是这个迷人呢，有没有实际的意义，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呢，在这个佛子行37宗里面说，罗必有等难自去当着，就像这个乌云呢，就是乌云的功德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咸水一样的，就是咸用水的这个有加很多盐的那种水。本来是喝水是解渴的就是要你口渴了，就是喝水就是可以满足就是可以不渴了。但是呢，就是你喝那个水的这个里面有水的那种咸的这个水呢，越喝越要就是口也会渴，所以就是再喝再多也还是要喝。所以这种呢，就是一种迷人的无语呢，用这个咸水来就是形容的，所以它是无言的一个状态，就是享受无言，这个迷人无语就是这样的。那再加上呢，就是轮回时间如此无意，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轮回的这个时间，在这个轮回的这个时间呢，这个世界我们一般的这个说法叫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轮回时间如此无意义对，他们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拥有更非常就像一个天界一样的花园，但是呢，一切轮回的东西呢，还是非常无常，非常的这个一个脆弱的一个幻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这个是清嘛，就是他说清心呢，就是且将新了国家捐当这个中文是清这个您呢就是对告诉自己的这个太太吧就是说清心披挂清净开甲是吧？就是开甲。就是天津是经常确实是用开甲来就是做比喻的，这个在就是大般若经很多佛经里面就是用开甲。这个开甲呢就是国家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可能听到一些佛法的一些功德然后就是听到这些上师这个的一些开始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佛法很好。我也想学习修行，但是当我们接触佛法之后，
无论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为什么有种种的这个违缘？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办法圆满的这个完成我们的心愿一开始的这个想法呢？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来自于外在和内在的这个障碍，这些障碍就像一个武器一样的对着我们的这种一个但是呢，如果这些障碍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当掉呢？就是要铠甲，铠甲，这个就是像打仗，你在战场要参战的时候，就是古代也好，现在也好，有一个就是先要保护自身嘛。所以呢，真正的保护自身，然后就是真正的就是要这个战胜各种的这个违缘的话呢，亲近是最重要的。亲近，比如说一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但是没有亲近心，那就是他们的学习、修行都没办法完成的。就算一个人没有那么聪明，但是他有亲近不懈的努力，因为呢，障碍是一直阻碍着我们的这个前进的这个脚步啊。所以在路上呢，就是就像一个开始，在路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凹凸不平的这个路况，或里面有一大堆的石头的话呢，我们要一个要清入处理，那就是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要对峙这些障碍，也就是要面对战胜的话呢，唯一的这程式就是亲近。所以亲近呢，用铠甲来就是要比喻亲近是六波罗里面。而且无论是你的16波罗里面的智慧也好，还有禅修也好，布施也好，各种各样都是就是离不开这个亲近。所以庄严经里面弥勒菩萨也说这个尊具也就是说这个无论是福德质量智慧质量都就是必须要有这个亲近般若弥陀的这个祝愿和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主办吧像一起才能够圆满。所以这就是修行的一个始终重要的一个就是亲近亲近。那我也以明克两眼，所以呢，对我心中也会像你一样的会铭刻就是要刻在心里面。刻什么呢？你的两眼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一起所说的这个话，我会放在心里面，我就刻在自己的心头上所以呢，这些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要开始发誓然后就是我们真的要就是往这个修行的方面要努力。所以呢，我一就是那个这个藏文呢说，你讲宁拉日木之意，就是我也一刻了，就是要铭刻然后两眼。然后呢，就一论一点，何容更开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已经这个共同的这个提议的这个讨论呢，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呢，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碍我们的这个决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再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变化了。所以他们说这个我们的议论一定的一个情况，所以决定这是一个原本的一个提议，现在就得到这个公示的一个决议。所以就是说何容更改，就不用了。有缘同行你是我的有缘。这个有缘呢，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有缘。这里呢，经常这个藏文里面的嘎日藏就是也是确实是有缘的意思。但是藏文的嘎日藏呢，就是那种拥有善的这个一个缘分就是拥有善的一个缘分的。
所以就是有善愿，具有善的缘分的。这个具有善的缘分的，那就是同心嘛。同心，我们也是同心。同心是什么呢？就是心相一致的，然后就是有各方面都有这种共同点、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就是这个想法，就是有这种叫做同心。这个同心求法道土受土不是道土这个对，就是我们要去求法，去南永州，但是这个确实就是受土 ，OK， 我们要去这个要求法，就是往求法的方式去。那原因是什么呢？在这因为积德的这个就是这种财富啊，这个也就是终归嘛，终归无益，就是最终呢还是归零的，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意思就是带不走的意思，或者就是逐渐会就是失去失损的，所以就是无益。恩爱有成，造于恩近期，就是说，我们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必再讲严以弄之。不是对，辛苦求来他人受用。这个就是这样，他人因为这个辛辛苦苦求来的这个财产呢，最终是这个他人的一个受用。然后呢，我们抚养的亲属最终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恩爱养育的这种，最终又会成为一种造缘的一个近期的。然后修旧共宅，最终终归无益。那为什么呢？它呢就可能会就是容易翻成上升的悬崖。那也是的，比如说地震的时候也好，然后如果这个火种啊，那种很多这个有些呢，因为是这个家庭有各种各样的，本来就是你盖这个房子是要为了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在这个里面能够过一个好的一个日子。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公债也最后翻成一种上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陷底一样的这个悬崖，所以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然后呢，就是金运土地终归无益，也没有什么意义。两天翻成落邑的一个屠宰场落地，这个因为里面要杀很多，然后就是因为不断的要处理，现在要杀那个农药，但是以前的话呢，确实是就是一样的，反正就是也是一个造出非常多的恶业的一个屠宰场一样。谈尽尚需从容少待，就是但是他说这里这也是蛮重要的但是呢，也不能太极端，也不能太匆忙的决定，这个也很重要的但尽尚需，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要稍微的等待。为什么呢？就是仓卒从事不能到头。就是所以呢，就是你这个一个匆匆忙忙的这个决定，或者糊里糊涂的这种做事情的，或者你就是很极端的，一开始的时候，这种呢就是走不久的，所以呢就从事不能到头所以呢，知信孟氏，铭刻心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这样。他比方说，我们这不要忘记。一定要放在心里面，这也是对他这有一个正面和负面，我觉得两个意义。正面来讲的话呢，因为确实是我们经常呢就是要慢慢的稍微的要换能一下，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要观察清楚，想清楚再做，这是一个好事。
另一个呢，我们用这个就变成一个借口，然后一直拖延，就到时候会无常历练，没有准备好，那当然是负面的。所以这个里面有两个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的。从这个故事的情节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个是因为他们无常到来的时候呢，因为他还有稍微有等待嘛，所以就当时没有准备好的一个状态。这是后面的故事的发展就是这样的。执行盟誓啊，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到着要发言，然后就是自己的这个发誓的这个铭刻心中就是要这个宽缓自由，人有宽缓的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内心是很自由的，所以我们内心就可以想更多就是很多所以就我们再要考虑一下，内心呢可以就是可以包容，但是呢，我们实际的行动呢，还是要稍微的要这个缓慢一点这个就是他的建议虽然是无常，但是也不能太匆忙仓促住。阿弥陀佛，扎西德拉，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哦呀，那是。Namo Gurbe Namo Buddhaya Namo